隨住人工智能為超個性化設定了新標準，靜態且一成不變的數位體驗時代正迅速走向終結。透過實時分析、行為模式、先進的算法，現在可以調整內容、產品推薦和導航路徑，以滿足每位訪客的特定需求。這種智能化的網頁設計方法，確保了每一次交互都感覺是量身定製的，而非千篇一律，從而顯著提升了轉化可能性。Webquarks 利用這些先進技術創造動態環境，透過學習用戶行為，在每一次點擊中提供最高的相關性。AI 驅動的個性化深入到網站的響應式設計架構中，允許根據個人設備、習慣和歷史參與度進行佈局調整。例如，常客可能會看到簡化的結帳界面，而初次訪客則由引導性提示和入門優惠帶路。支持如此龐大的計算量，需要高性能的網頁寄存基礎設施，以便在幾毫秒內處理數據驅動的決策。將 Salesforce 或 Stripe 等企業級 API 整合到此生態系統中，可實現無縫數據同步，確保技術架構在所有觸點都能反映最新的客戶畫像。AI 對電子商務系統戰略的影響是深遠的，它將焦點從廣泛的人口統計目標轉向個人意圖。預測分析可以在用戶輸入查詢之前預判其需求，呈現相關類別並減少探索摩擦。我們的過往案例展示了多個項目，我們在其中實施了專為實時機器學習設計的金融科技案例。後端架構，當年的平台能主動適應個人用戶時，它會建立起傳統營銷方法無法複製的品牌忠誠度。歸根結底，透過 AI 重塑用戶體驗，是為了創造一種尊重並預判訪客需求的數位對話。專業的關於我們網頁開發，現在是人類創意與算法精準度的平衡，共同打造更以人為中心的平台。如果能準備超越靜態模板並擁抱自適應數位戰略，歡迎聯絡我們，探索 AI 整合服務。在 Webquarks，我們幫助能打造網際網路的未來，一次一個個性化體驗。